四哥，唔免叫我无你这种兄弟。四哥，你也认为我是贪着荣华富贵，辜负了伯娘的心，敢唔是心？枉费阿爹当初收你为义子，竟不应该，互你甲伯娘定亲。是讲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假使我若无答应，小太阳sẽ将咱两个人处死。调苦难转，为报名节，何惜一死？四哥。子汉，死的分量愈会太深，咱兄弟仔来比亲啊！在北辽，将价就价保天条，暗为宋军做来用，暗为迄条亲哦。 不对，原来你想这个是好办法啊！也毋过，若招为驸马了后，我要怎样对得起你的四嫂嘞？四哥，咱暗做宋军，灭了北辽，二老若是倒转去中原，哪怕翁仔某无见面的日子，咱若是讲不明不白死在这个北辽。 不但讲你互四嫂酒赶一世人，甚至你安尼做，这是真正对不起伊啊！哦，我想通了，你就是讲伯妹会原谅你啊？是，你公主来。 公主，阿姊啊，你哪用去走的？无伊这条性命是你伫咧母后面头前甲伊保落来，你嘛着爱问伊一个结果，毋才会用的啊。大公主，阮大哥已经有听到我的劝告啊，伊答应这门的婚事啊呢。 嘛，甲差不多，无用。你若是搁再记
拒绝婚姻，毋免阮母后下令，我就用治你的命。小妹啊，当人已经都答应啊，你又何必点仔伫咧为难伊啦？阿姊啊，我看袂惯死伊安尼啦，无用，我的脾气是真歹。后摆你若是甲阮阿姊成婚了后，你若敢欺负伊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好啊啦，好啊，莫搁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啦。二公主，你敢知影太阳伊是什么时阵打算要互咱四个人完婚？现在啊，现在就要完婚？木手，你毋免咧欢喜。我会甲你成婚，是为着要成全阮阿姊，毋是我咧爱嫁你，你爱知影才好哦。哼！铁命，你这个性质是当时才会改哈，强讲安尼，互伊伫咧歹看。阿姊啊，我是先互伊一个下马威，后摆伊才毋较气的。来人啊！小太阳，小太阳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我在这个节目已经到位啊。哦，新拄则接到葫芦岛的这个表情啊，又入城，入手已经是啦。事期瓦解，咱这2天的中间，用公派游州，青琴杨继业，甲杨立龙啊。哀家再派3万的清军前往五台山援助葫芦岛立兴。现在，会中交代葫芦岛，若袂当活擒杨继业，哀家也要按伊的首级来记我。是。公主，今仔日是咱洞房花烛夜，你为什么家己一个人走来这个边界的附近？你来这创什么？我无非你是想要出招？毋是，公主。如果我若是要逃走者，我必定会快马加鞭。我为怎样哪会伫遮下马呢？搁再讲，边关戒必受严。如果我若是要逃走者，也难得到啊。既然若甲安尼，你私自出中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这我将只有心头乱，暗不由暗暗思教远，边界有
切莫再出叫。那么无有金白绫，走进边界必伤心。小心，唔通走来这个附近，赶紧随查家倒转来。行。